后来乡亲那个镜头锁定在台湾，今仔日透早真寒，真侪地区出现着10度以下低温，尤其是苗栗的三湾，透早7点20分只有1度，创下着入冬以来上低温的纪录。啊，当时有不少游客到三湾咧看落雨山，拢话讲有够冻，冻甲掺这个气，拢感觉凉凉。 规大片的落山变作黄色、咖啡色，阁有真侪丛的小破冷气流落来。落山浸伫咧溪水内底，边仔有沟有鸭，排水速度真紧，卖事嘛敢若真惊冷。这是园区的小鸭，早上很冷哈，多冷。 很冷，很冷啊！呼吸的空气都很肺都会很凉啊。苗栗三番寒到含台北来游客，拢寒到会死准。台北比较冷还是三湾比较冷？三湾比较冷。怎么说？比较冻的感觉，台北比较湿冷。苗栗三湾的大火车站，下晝7點20時，敢若1度的低温，創下入冬以來上低温的紀錄。各大湖鄉建材所在，菜嘛攏結冰。一層冰啊！ 就含停伫咧户外轿車的閘反玻璃，嘛攏結冰霜。結霜了。進前氣象單位預估，全台灣上低溫大部分伫咧新北淡水，閣有嘉義平地，嘛因為輻射冷卻出現低溫。不過這幾年所發現全台灣上低溫是伫咧苗栗三灣鄉。增設了很多自動站，自動站剛開始設的時候，我們就注意到苗栗這邊常有低溫。經氣象局長陳明典解釋。 前幾年全台灣上低溫無伫咧苗栗三灣的因端，就是早期當地無自動測站，才無數據。不過其實苗栗三灣一直攏有清冷的所在。可能是跟雪山山脈有關啊，夜間很冷的山風，那就往這個苗栗跟新竹交界，像竹南那一帶啊。 出海。強烈冷氣團線內所產生風，全國地區攏會結霜落雪。山頂的冷空氣，互人寒到會降一骨切。伫咧暗時也為山頂吹落來，吹入苗栗三灣竹南，這互苗栗新竹出現全台灣上低溫的溫度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